飽就眼瞓。哈佛專家揭秘，改變一個習慣，血糖即降37%。日常生活嘅警號，每日食晏，你有冇諗過點樣食先係最醒神？但點解食飽飯，下晝3點3就眼瞓到撐唔開眼？呢個可能係你身體發出嘅一個重要警號。營養學家指出，呢種飯後疲勞罪魁禍首就係血糖過山車，長期忽高忽低，唔單止影響精神，仲會加速衰老，甚至增加患上慢性病嘅風險。頂尖大學嘅驚人發現，點樣先可以馴服呢架過山車？美國頂尖學府康乃爾大學嘅醫學團隊就有一個驚人發現。代謝研究專家路易斯·阿隆內博士 Dr. Louis Aron 帶領團隊研究發現，原來我哋食嘢嘅次序比食咩嘢可能更重要。佢哋嘅研究發表喺權威期刊 Diabetes Care， 證實只要改變一個簡單習慣，餐後1小時血糖水平可以大幅降低足足37%。價值8萬嘅飲食技巧，呢個價值8萬嘅技巧就係先食蔬菜同蛋白質，最後先食碳水化合物，即係先食菜同肉，最後先扒飯。點解會咁神奇？專家解釋，先落肚嘅纖維同蛋白質會好似一塊海綿，減慢之後澱粉質分解成糖嘅速度，避免血糖急速飆升。呢個方法唔需要你節食，唔需要戒口，只需要調轉個次序，就可以輕鬆穩住血糖，告別飯氣攻心。專家私藏嘅進階貼士。專家貼士1：如果嗰餐冇乜菜，點算？好多營養師建議可以喺餐前飲一啖蘋果醋，醋酸可以暫時抑制分解澱粉嘅酵素，效果一樣咁好。專家貼士2：蜜糖、黑糖係咪健康啲？其實佢哋對血糖嘅影響同白糖差唔多。想食甜，不如揀啲唔影響血糖嘅天然代糖，例如羅漢果糖。專家貼士3：幾時食甜品最好？答案係跟住正餐食，因為有正餐嘅纖維同蛋白質打底，血糖衝擊會細好多，好過你空肚食做下午茶。今日開始改變生活，總結3大重點：先菜後肉，再食飯，餐前飲啖醋，甜品同正餐一齊食，告別飯氣攻心。由今日下一餐開始，試下呢個簡單改變，感受身體帶俾你嘅驚喜啦。